弟兄姊妹平安。我哋今日崇拜嘅主題係關於禱告嘅，讓我哋都安靜落嚟，用禱告嘅心去進入敬拜。聖經喺啟示錄第8章2至4節有咁樣嘅描述：我看見那站在神面前的7位天使，有7支號賜給他們，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爐來，站在祭壇旁邊，有許多香賜給他，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。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，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剛才嘅聖經所描述嘅係天上敬拜嘅情景，讓我哋喺地上嘅敬拜，亦都係從頌讚嗰位創造宇宙萬物嘅君王開始。會眾請起立。
同心禱告。親愛嘅阿爸父，為咗你白白賜俾我哋嘅救恩，我哋獻上感謝。為咗你賜下祈禱嘅恩典，我哋讚美你。就係因為咁樣，我哋恭敬喺你嘅面前獻上以下嘅禱告。我哋為整個世界祈禱，求主賜下平安俾每一個人，同埋佢哋都有認識你嘅機會。為咗加拿大呢一個我哋喺當中居住嘅國家祈禱，求主保守領導人持守立國時嘅信念，跟你嘅帶領去治理國家。為咗中國同埋香港祈禱，求你喺當中改變，可以成為基督化嘅國家。為所有國家嘅掌權者禱告，即使當中未有認識神你嘅，都按住從神你而嚟嘅良善同埋公正去管治國家。為普世教會祈禱，無論係邊一個宗派，都按住你嘅教導同埋心意，同心合一，去宣揚你嘅愛同埋你嘅救恩。為咗列宣家祈禱，求主賜下我哋牧者人數嘅缺欠，保守現任牧者嘅健康，加添佢哋嘅能力能耐，去應付一切嘅工作。亦都賜下俾教牧、長執同埋所有弟兄姊妹有合一嘅心，去服侍社群，領人歸主。為咗我哋每一個基督徒禱告，願我哋喺任何嘅事情上都把你放在第一位，先求你嘅國同你嘅義。我哋跟住落嚟嘅禱告同埋呼聲，求神你側耳垂聽。願所有榮耀都歸於你。我哋誠心嘅禱告，乃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獻上。阿門。會長請坐。讓我哋繼續用禱告嘅心去進行敬拜。天父，我哋感謝你設立咗祈禱，以致我哋可以時常與你結連，與你親近。主耶穌，我哋感謝你教導我哋點樣向天父祈禱。聖靈，我哋感謝你時常以言語唔能夠表達嘅嘆息，為我哋代求。你
我哋繼續禱告。主啊，你設立咗教會，去延續你世上嘅工作，將你嘅愛同埋救恩傳遞俾更多嘅人。但係我哋軟弱，我哋冇力，我哋中間有爭競，我哋唔夠合一去秉承你嘅大使命。主啊，你係教會嘅首領，你知道教會嘅需要、軟弱同埋缺欠。求你復興我哋，以致最終我哋可以得勝，頌讚主你嘅榮光。弟兄姊妹，當你明白咗祈禱嘅重要性嘅時候，讓我哋都係時常去
仰望神去禱告。我哋都繼續用禱告嘅形式去進行我哋嘅敬拜。請弟兄姊妹起立。神啊，但願我哋喺禱告之中，繼續向你呼求嘅時候，可以與你相遇，尋見你。但願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向你呼求，你可以經歷你嘅帶領同埋恩典。願全人類都擁戴你為救主，一同嘅向你禱告。也定
喺呢個時候呢，我邀請大家同唱祝福頌，彼此問安。求主弟兄姊妹，願我哋步出會堂之後，都係時常可以為萬人禱告。我哋一齊唱山堂詩。願神祝福各位，默禱之後可以散會。